第4章夜探巨宅見其人，我輕輕地拍了拍他的肩頭，道：紅紅，今晚你已經有了冒險的經歷了，以後還要怎樣？他肅地轉過頭來，道：你今晚還要到田宅去，我也要去。我幾乎跳了起來。今晚我再進田宅，是犯法的勾當，黃彼得都不要他去，紅紅要去，這成什麼話？我沉着臉道：不行。紅紅掙脫了我，一拐一拐地走到帆布床旁邊，坐了下來，道：不行就罷。我當然知道他這4個字的意思，是他要自己去，那比和我一起去更糟糕。試想，他如果出了什麼事，我能夠不理會麼？我只得強忍了氣，道：紅紅，你聽我說。紅紅一擰頭，道：我不要聽，我什麼都知道了。我大聲道：既然你什麼都知道了，你難道不明白事情的兇險麼？你為什麼還要生事？他也毫不示弱地大聲反問我：你為什麼要生事？你是警官麼？我反手一掌打在一隻啤酒箱上，將那紙啤酒箱打得碎成片片，道：你能麼？他冷笑了一聲，道：我會用腦筋，比你一身蠻力有用得多。我聳了聳肩，道：好了，小姐，你的腦筋用到印象派傑作上面去吧。他瞪着眼睛望走了我，面上還帶着淚痕，可是那樣子倒像他是勝利者。你知道那紙猴子有什麼用處？你說，他問道。我怔了一怔道：那什麼？他冷笑了一聲，告訴你，那是一種通行證，是某一種人的身份證明。我呆了一會，覺得他的推測倒也不是胡來的，但我總不能承認他已摸到了事情的門路，反問道：你怎麼知道？紅紅笑了，道：我當然知道，從你對黃彼得所說的那些話中，我知道了整個事情的梗概，整件事情根本一線相通。好家伙，他倒反而一本正經地教訓起我來了。我索性也坐了下來，道：好，我倒要聽聽你的高見。紅紅撓了撓嘴唇，道：第一，核子于庭佑對你說的全是真話。我笑了起來，道：第二，紅紅道：你不要笑。核子說有一大筆無主的財富，我說是真的，那是因為核子死了，當然是因為有人不想這件事物的緣故。我想了一想，道：算是有理。紅紅道：第二，湯姆生道25號今晚的鬼把戲，拆穿了說，十分簡單，只不過是有人想田利東夫妻不要再在那裏住下去而已。我真的有點吃驚了，這一點我也曾想到過，我當真未曾想到紅紅還有那麼強的分析能力，因此我立即道：目的是什麼呢？紅紅更是神采飛逸，道：目的當然是有人要利用這所大宅，那筆財富就在這所大宅中，大概那筆財富有幾個人要分享，他們已定了一齊發動，所以相互之間才用指接的猴子表明身份。我不住地點着頭。紅紅又道：至於那個剩下一顆子彈而不將你擊斃的少女，我看她是愛上了你。胡說！我第一次對她的話提出了抗議。紅紅嘆了一口氣，道：我但願我是胡說。表哥，你說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去？我站了起來，踱了半響方步，道：紅紅，這不是鬧着玩的。他攤開了雙手，道：我並不是在鬧着玩啊。我硬了硬心腸，道：好，那你就跟我一齊去吧。他整個人跳了起來，撲向我的身上歡叫着，跳着。我卻和老蔡兩人相視苦笑。半小時後，我們已經來到了湯姆生道25號的門外，鐵門緊閉，靜到了極點。我握着紅紅的手，道：紅紅，現在你要退卻，事情還不遲。他堅決地搖了搖頭。正在此際，我突然着到一條人影，自遠而近，閃了過來。我一見那條黑影來勢如此快疾，便知道絕非普通的夜行人，連忙一拉紅紅，兩人緊貼着牆壁而立。只見那人影
來到了田家的外面，停了下來，發出了一下低微的笑聲來。緊接着，只聽得田宅中也響起了一下相同的聲音。那人一聳身，已經躍過了像許來高的圍牆，到了田家。我和紅紅正隱身在牆下陰暗的角落中。那人行動又像是十分匆忙，他顯然未曾發現我們。我低聲道：紅紅，你看到了沒有？這些人全都高來高去，連我也未必是他們的敵手。你還是快回家去吧。紅紅一笑道：我知道這些人都身懷絕技，但是他們能敵得過這個麼？他一面說，一面一揚手。我定睛一看，已見鎖在抽屜中的那柄象牙的小手槍，不知在什麼時候已被他取到了手中。我知道那一定又是他逼着老蔡所幹的好事。我嘆了一口氣道：紅紅，你當真想將事情弄得不可收拾，心中才高興麼？他低聲道：你得原諒我，我在美國有幾個好朋友，大家都約定在暑假之中要做一件最驚險的事。回到了美國之後，再相互比較，其中大家公認經歷最驚險的人，立即可以成為英雄。我有幾個好朋友已經聯米到新幾內亞吃人部落中去了。我這樣做算得了什麼？我呆了半晌，不禁無話可說。的確，紅紅目前硬要和我在一起，不但阻礙我的行事，而且對他本身來說也極其危險。可是無論如何，總比逼得他到新幾內亞吃人部落中去探險好得多。我低聲道：那你一切行動都得聽我的指揮。紅紅喜道：好表哥，我自然不會亂來的。他不會亂來，我只得苦笑了一下。我們在黑暗之中又等了片刻，沒有什麼動靜，便悄悄地來到了大門口。大門鎖着，但是卻容易攀上去。我雙足一頓，已然躍進了門內。紅紅則攀着鐵枝爬了上來。他行動倒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樣遲緩。不一會，我們已經在院子中了。我們以最輕的腳步向大廳的門口走去，門鎖着。我繞到了窗前，取出預先準備好的濕毛巾來，將濕毛巾鋪在玻璃上，輕輕一拍，玻璃便碎了。雖然在靜寂之極的夜中，但用了這個方法，玻璃的碎裂一點聲音也沒有發出來。我用毛巾捋起了碎玻璃，拋向一旁，探手進去，拔開了窗閂，向紅紅一招手，便已從窗口爬進了漆黑的大廳中。幾個小時以前，還在這裏親眼看到過神秘的靈魂出現的現象，如今四周圍一片漆黑，心中不禁起了一陣懼然之感。紅紅也緊緊地靠着我，我等了一會，不見有什麼動靜，才從懷中摸出小電筒來。紅紅靠得我更緊，身子在微蒸發顫，不知他是害怕還是興奮。我向他附耳低聲道：如果你去吃人部落的同學作了人家的大餐的話，那你的經歷一定可以得冠軍。他低聲道：快用電筒照照看，大廳中是不是有人？我一聽得紅紅這樣說法，心中不禁一動。照理說，如果大廳中有第三個人的話，我應該首先能夠覺察得出來，因為我是學中國武術的人，而中國武術注重神，就是心意上的敏銳反應，要有過人的耳力、目力，才能夠在武學上有較深的造詣。可是我在那時候卻絕對沒有大廳中有第三個人的感覺。本來我已經立刻要打亮電筒了，可是一聽紅紅的話，我立即放棄了這個打算，因為萬一有第三個人的話，我一亮電筒，豈不是等於暴露了目標，只得被人攻擊？我呆了一呆，以低到不能再低的聲音問道：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紅紅的聲音在微微發抖，道：你在我的右邊，可是剛才我好像覺得有人緊靠着我，站在我的左面。我自道膽子極大，可是一聽得紅紅說出這樣的話來，也禁不住毛骨悚然，立即道：別亂說。紅紅道：或許是我的錯覺，
但是我卻並不是在亂說。我握住了他的右臂，向旁緩緩地移動着，同時我右手不斷向外摸索着。不一會，我便摸到了一張梳化的靠背，只費了幾秒鐘，我已經知道那是一張長沙發。我憑着記憶想起了那一張長沙發的地位，便低聲道：我們先蹲在這張梳化背後再說。紅紅點了點頭，我們兩人一齊在梳化背後蹲了下來。我這才在梳化背後探出半個頭來，按亮了小電筒，向外照射。小電筒的光線並不十分明亮，但是已足夠使我看清大廳的每一個角落。我緩緩移動着電筒，微弱的光柱在一張又一張梳化上照射着，一個人也沒有。當我將面前的部分全都照射完畢，正想下結論說大廳之中並沒有人時，突然覺出紅紅的身子猛地一震，同時他握住我手臂的五指也變得那樣地有力，竟使我感到了疼痛。他喉間也發出了奇怪的聲音，像是窒息了一樣。我正想問他是為了什麼時，小電筒一樣，光柱一側射到了我們背後的一張單人梳化上。霎時之間，我只感到全身一陣發熱，呼吸也不由自主緊縮起來。我睜大雙目，呆呆地緊盯着那張單人梳化，一動不動，嘴裏更是說不出話來。那張單人梳化離我和紅紅兩人所藏身的長沙發背後只不過幾尺遠近。剛才我照射着大廳，只是注意遠處，卻並沒有注意到就在自己的身後如此之近的地方會有人在，一點也不錯。那個小梳化上坐着一個人。我之所以在如今複述這件事情的時候，在人字加上了一個引號，那是因為在我藉着小電筒的光亮看到這個人的一剎那間，我起了一種那並不是人，而是一個鬼的感覺。當然，我當時並沒有呆得多久，至多也不過3秒鐘。我立即手臂一震，先將紅紅整個人揮過了梳化，然後我陡地站了起來。我發覺紅紅已經被眼前的景象嚇得連人都軟了，這實在是很難怪他的。我一生經歷如此之多，那時候心中也不禁乒乒亂跳。坐在梳化上的那個人是一個女子，她穿着一身雪白的紗衣服，整個人像是籠罩在一重白色的煙霧之中，而她的面色也是那樣蒼白，以致令得人在向她一望之際根本來不及去辨別他是老是幼，是美是醜，心中便生出了一陣寒意。而更令得人心悸的，還是他的一對眼睛，在電筒的微光之下，他的眼珠完全是停住不動的，死的一樣。我站了起來之後，左掌當空，電筒的光柱仍然停在他的身上。他忽然微微地抬起頭來，面上仍是一點神情也沒有，眼珠也仍是一動不動，發出極低聲音來，道：請坐啊。我身子緊靠着梳化，紅紅則已經爬了起來，跪在梳化上，道：你是人是鬼？那少女仍是用那種聽來令人無法直述的聲音道：你說呢？紅紅的呼吸十分急促，我向她擺了擺手，示意她不要多說，沉聲道：小姐，你當然是人，又何必扮鬼嚇人？這時候我已經定下了神來，我以為我一言揭穿了對方的面目，對方一定會難以再扮得下去。怎知那女子面上仍是死板板地，毫無表情，甚至那眼珠也不轉動一下，道：你們到這裏來，是想和我作伴麼？我凝神望着他，突然之間，小電筒向前疾身而出，同他肩頭上撞去。我撞的是他肩頭上的肩井穴，如果撞中的話，會在雙臂產生一陣劇痛，即使是一等一的硬漢，也不免呻吟出聲的。可是，在我的小電筒撞中了他的穴道之際，卻只感到軟綿綿地，像是撞在一團棉花上面一樣。他仍然坐在梳化之上不動，宛如完全沒有事一般。紅紅低聲道：
他是鬼，說不定就是羅斯。那女子忽然道：誰在叫我？我只感到背脊上的涼意在逐漸增加。紅紅道：你真是羅斯麼？那女子道：人家這樣叫我。我心中迅速地轉着念頭，眼前這個女子只有兩個可能，一個可能她是鬼魂，雖然眼前的情形十分相類，但是我卻不願相信這是事實。另一個可能，她是一個在中國武術上有着極其深湛造詣的人，因此才能夠在連身子都不動一動之際，將我攻向她的力度化去。我覺得第二個可能更其接近事實，因為自從核子于庭文揭開了這一連串神秘事件之事以來，我已經遇到了不少武術高強的人，再遇上一個，當然並不出奇。我冷笑一下，道：小姐，你裝得很像，但是你卻實是弄錯了。我們兩人非但不怕鬼，而且你如果是鬼的話，我們兩人還會感到極大的興趣哩。我這句話一說，那女子的身子開始動了一動，我立即又道：你失策了，你嚇不走我們。那女子道：好，那麼我便趕走你們。我低聲一笑，道：小姐，這屋子是有主人的，你不怕驚動主人麼？那女子陡地站起身來，手一揮，兩指手指發出輕微的拍地一望，眨眼之間，一陣輕輕的腳步聲從四面傳了過來。我立即轉頭看時，只見四個黑衣人已經走了近來，每個人都蒙着面。我感到了處境的危險，但是我卻維持着鎮定。紅紅的面色異常激動，他已經舉起了手槍，可是他剛一揚起手來，只聽得擦地一聲，一條又細又長的軟鞭斜刺裏飛了過來，鞭拍在槍身上一捲一抖，槍已脫手飛去。問號，紅不由得大吃一驚，低呼道：表哥！我向他瞪了一眼，索性坐了下來，道：不錯，小姐，我只不過是為了滿足好奇心，究竟是什麼事情？你和我說清楚了，我馬上就走。那女子站了起來，我心中立即一動。她坐在梳化中，我根本不可能認出她是誰來。可是她一站起來之後，颀長的身形，長髮披肩，分明就是我幾乎死在她車下的那個少女。只見她伸手在臉上一抹，一張清麗絕俗的臉龐頓時出現在我的眼前。我定睛一看，心想取下了那層極薄的面具，果然是她。只聽得她道：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警告過你，我也已經可以有過一次取你性命的機會，你不應該不知道。我點了點頭，道：是。那少女又道：你也不是初在江湖上走動的人，何以不知道硬要管人家的事，是犯了大忌的。我吸了一口氣，道：我並不是沒有理由的。我的好朋友郭則清，只怕從今以後要成白痴了。那少女聳肩一笑，道：如果你想追究這件事的話，那麼你和你的表妹都可能成為白痴。老實說，這時候我心中實是十分怨恨紅紅，如果不是她在側，我一定已經和他們動起手來了。可是如今有紅紅，我如果與他們動手，那麼誰來照顧紅紅呢？我又向紅紅瞪了一眼，紅紅也像是看出了我的心意，面上的神情顯得十分委屈。那少女頓了一頓，又道：好了，你是明白人，我們也不必多說了。我本身自然不足道，在你身旁的四個人，他們的名字你大概也曾聽到過。崇明島神邊三矮子，你聽到過麼？我向旁一看，那三個矮子就是爭在郭則清遇追之處向我進攻過的三人。崇明島神邊三矮，出邊如電，那是長江下游出了名的人物，也是青幫在長江下游的頭子。我抽了一口氣，道：幸會，幸會。那少女又向另一人一指，道：這位乃是地龍會的大阿哥。他只講了一句，我不由得失聲低呼，道：就是在上海獨戰博都黨
令得黃金榮刮目相看。代位上賓的那位麼？那是一個方面大耳、神態十分威嚴的人，大約50上下年紀。他向我拱了拱手，那少女道：魏先生，你知道你是闖不出去的了。我不願認輸，但是我卻不得不面對事實，苦笑了一下，點了點頭。紅紅自然不知道那些人的來歷是代表了什麼，他只是大感興趣，他聽着甚至忘了驚恐。那少女又道：魏先生，家父敬你是一條漢子，因此盡可能不願與你十分為難。我連忙道：令尊是誰？他淡然一笑，道：家父姓白，姓名向無人知，人人稱他為白老大。我不得不呆了半晌，才道：失敬，失敬。白老大乃是青幫在中國大陸上最後一任的總頭目，多年來生死未卜，我也是直到幾天前才在神邊三矮子的口中知道白老大未曾死去。白老大可以說是奇人中的奇人，有關他的傳說之多，是任何幫會組織的頭子所沒有的。中國民間的秘密幫會本來就是一種十分神秘而近乎了不可思議的異樣社會形態，白老大便是在這種社會形態中的第一奇人。我要請讀者注意的是，我所提到的中國幫會組織絕不同於現下的一些黑社會人物那樣專門欺負擦孩童、母女，向弱小的人敲詐。他們只是一些人渣而已，和中國幫會的組織精神是風馬牛不相及的。白老大之奇，乃是奇在他一個人，像是兩個人一樣。我的意思，當然不是說白老大會一氣化三清，一個人變成兩個人。我是說白老大一方面是青幫最後一任的首領，而且是中國幫會之中第一人物，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卻又是好幾個國家的留學生。據我所知，他不但有電力博士、物理博士、化學博土、海洋博士等銜頭，而且還曾經出過好幾本詩集，和在美國學過交響樂，充任過一個大交響樂團的第一小提琴手。如今我卻面對着他的女兒，而且老實說，聽得他說白老大稱我是一條漢子之際，我感到十分高興，因為這是一個不易得到的榮譽。白小姐道：今天晚上我可以作主，由得你們離開這裏，但如果你再一次落入我們手中之際，我們就不客氣了。我想了一想，道：白小姐，有一件事我很不明白，像打死於瞎子、打傷小兵，這都不是白老大素識的行徑。白小姐略頓了一頓，才道：不錯，這些事都是我哥哥主持的，這你不必多管了。剛才我所說的，你可能做得到？我向四周圍看了一看，苦笑道：我可以不答應。白小姐向我嫣然一笑，她是十分美麗的少女，這一笑更顯得她動人之極。我本來已經拉着紅紅的手向外走去，這時候忽然停了下來，道：白小姐，敢問芳名？她怔了一下，像是不提防我會發出這樣的一個問題來的，向我望了片刻，才道：我叫白素。我一笑，道：差一點就是白蛇精了。她又同我笑了一笑，我忽然覺得自己寧願多在大廳中擔上一回，而不願驟然離去。白素望着我的眼色也有點異樣，紅紅在一旁輕輕地拉了拉我的衣袖，道：今晚已經完了。我向白素點了點頭，道：白小姐，再見了。白素的聲音十分惆悵，道：魏先生，我們最好不要再見了。我自然明白他的意思，是要我絕對不再去管他們的事。在當時，我心中也的確已經決定不再去管他們了。你不能設想和白老大作對會有什麼後果的。可是，在半個小時之後，因為一件意外的事，卻改變了我當時的決定，終於使我不得不捲入這個漩渦之中。白素講完了話之後，已經轉過身去。神邊三矮將手槍還給了紅紅，和地龍會的大阿哥也立即悄沒聲地向後退了開去。我和紅紅
仍然由窗口中爬了出去，來到了大鐵門附近。我回過頭去，見到白素站在窗口，她一身白紗衣服，映着星月微光，看來十分顯眼。我和紅紅從鐵門上攀了出去，紅紅落地之後，第一句話便對我說道：我的判斷沒有錯。我向她望了一眼，道：什麼沒有錯？紅紅悠悠地道：那個美麗而又神秘的女孩子，她的確在愛着你。我立即道：不要亂說。紅紅道：你其實早已同意我的話了，又何必反斥我？我感到了無話可答，只是道：我們快離開這裏吧，別多說了。紅紅道：你難道真的不再理會他們的事了麼？我點頭道：不錯，你不知道白老大是何等樣人，我實在不想和他作對。紅紅道：原來你怕事。我苦笑了一下，道：你不必激我，白老大也不是什麼壞人，他講義氣，行合事，是中國幫會中的奇才。我相信他們如今在做的事，必與社會無害。紅紅冷笑了一聲，道：我看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我不禁一驚，道：為什麼？紅紅道：一個人死了，一個人極有可能成為白痴，這難道和社會無害麼？扮鬼騙人還有那位無緣無故死亡的羅斯，甚至那位飛車而死的花花公子，只怕都有關係。我正待出聲回答時，忽然聽得一個聲音接口道：小姐，你的推理能力令我十分佩服。那聲音突如其來，我和紅紅兩人都嚇了一跳。這時候，我們正在一條十分靜僻的街道上，在路燈之下，有着機將工人休息的長椅，就在一張長椅之上，一個人以十分傲然的姿態坐着。他穿着一身白西服，大約25-26歲年紀，相貌十分英俊。他一面在說話，一面正在拋動着一頂白色的草帽。他的一身裝束使人會誤會他是一個富家公子，但是我一眼就看出他絕不是那類人，因為他的面上帶着一股英悍之氣，絕不是滿面病容、無所事事、整日蒸濁酒色的二世祖所能有的。我和紅紅立即停了下來。紅紅問道：你是什麼人？他仍然坐着，像是大感輕微地向紅紅上下打量了幾眼，那種眼色就像紅紅是他手中的草帽似的。我不想多生事，拉了拉紅紅，道：我們走吧。那年輕人卻懶洋洋地道：魏先生，你何必老遠地趕回家去？就在這兒休息吧。我一聽他這句話，面色便至一沉，道：朋友，你這話是什麼意思？那年輕人突然揚聲大笑了起來，手一拋，那頂草帽落到了他的頭上，他一手插在褲袋之中，嬌不可言地站了起來，道：我是說，你不妨就在這裏休息，永遠地休息。我一聽得那年輕人如此說法，心中也不禁大是生氣。我從來也沒曾遇到過一個人態度如此之狂，講出話來挑的意味如此之濃的，即使是以前的對頭死神唐天祥也不見得這樣驕狂。當下我乾笑了一下，道：原來是這樣，誰令我能達到永遠休息的目的呢？那年輕人哈哈一笑，雙肩抖動，不但驕狂，而且顯得他十分輕浮。我開始更不喜歡他起來，只聽得他道：我冷冷地道：我們不必說話繞彎子了，你想將我打死，是不是？那年輕人伸手在衣袖上略拍了一拍，拍去了一些塵埃，若無其事地道：正是。我回頭向紅紅望盯一眼，只見他正瞪大了眼睛，望着我們兩個人。我連忙示意，叫他向後退開去。紅紅還老大不願，等紅紅退開機步之後，我才道：那麼你就該下手了。他又聳了聳肩，道：衛斯理，你若是死了，不知死在誰的手中，豈不是可惜？我早已看出眼前這年輕人有着極度的自大狂，自以為是十分了不起的人物。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我一直不問他是何等樣人。如今他那一句話
分明是要我向他詢問他的身份。我因為心中對他的厭惡越來越甚，所以連這一點滿足都不讓他有，只是冷笑道：什麼人都一樣，還不快下手麼？那年輕人濃眉一揚，面上現出怒意，哼地一聲道：你當真不知死活麼？我也冷笑了一聲道：你既然找到了我，就該知道魏某人是怎樣的人，想我對你叩頭求饒麼？別做你的大夢了。那年輕人更是滿面怒容，縮地向前踏出了一步。我聽得他才踏出一步之際，全身骨折，發出了一陣極是輕微的怒格之聲。我心中不禁猛地一驚，暗暗驚嘆道：這家伙在武術上的造詣好深。我立即後退了一步，身形精矮，左掌當空，掌心向下，這乃是御手於公之勢。我知道我們兩人之間惡鬥難免，但是我卻要等他先出手，以逸待勞。他跨出了一步之後，身形一迎，陡然之際，我只覺得眼前白影一閃，他已經向我撲了過來。我立即身子向旁一閃，避了過去。但那年輕人出手好不快疾，就在我閃身避開之際，手臂上一陣疼痛，同時嗤地一聲，衣就已被揸破，手臂上也現出了3道血痕。那年輕人的動作快到根本不容我去察看手臂上的傷勢究竟如何。就在我向旁閃開之際，他整個身子強向外一扭，竟然硬生生地轉了過來，又已向我撲到。我一上來便已被他制了先機，知道如果再避下去更是不妙，因此就看他撲過來姿勢，身子微微一側一俯，左臂一伸，突然向他攔腰抱去。這一下怪招果然令得他呆了一呆。我也知道這一抱絕無可能將他抱中，而且就算將他抱中了，他只要一用力，我的手臂反而要被他打斷。但是這一下卻有分散對方注意力的好處，無論對方如何精靈，也不免一呆。像這樣的招式，我共有3招，乃是我大師伯因為感謝我救了他恩人的兒子死神唐天祥特地授我的。我大師伯武術造詣極高，那3招乃是他經過了無數次惡鬥之後所創出來的，叫做幻影三武。這3式中所有的怪動作都只不過是懸人耳目，分散對方的注意力而已。當下我見對方略呆了一某，立即足下一滑，欺身向前，在他的身旁疾擦而過，反手一掌已向他的背後拍了下去。那年輕人的身手實是十分矯捷，我一掌才拍下，他已經陡地轉過身來，揚掌相迎，我左手左腳一齊向上踢出，攻向他的胸部，使出了幻影3式中的第2式。他身子向後一仰，我哈哈一笑，右掌乒地一聲，已經擊中了他的腰際。那一掌我用的力度極大，擊得他一個踉蹌向外跌了出去。我心中不禁暗讚大師伯這幻影3式之妙，而對方攻出一掌一腳卻全是虛招。待對方的注意力完全被轉移之際，右掌卻已經趁虛而入。中國武術不是只憑蠻力，最主要的還是無上的技巧，在這幻影3式中又得到了證明。當時我一掌將那年輕人擊出，心中十分高興，只當對方雖然趾高氣揚，但是卻只是無能之輩，所以並沒有立即追擊。要知我這一自滿卻是犯了錯誤。那年輕人一退出之後，面上的神色變得凌厲之極，咬牙切齒，雙足一頓，身子立即彈了起來。我眼前人影一晃間，他已經向我一連攻出了3、4掌，我連忙搖身以避，一連退開了4、5步，方似將他那一輪急攻避了開去。他縱身一躍，追了上來，我身子陡地蹲了下來，左手支地，整個身子橫了過來，雙腿一齊向他下盤疾掃而出。這一招類似枯樹盤根，果然使得他雙足一蹬，向上躍起了2尺。可是這卻是幻影3武中的第3式，雙腿掃到一半，
突然一曲，人已站起，不等他的雙掌拍下，我頭頂已重重地撞中了他的小巷。我這一撞，不是我自誇，那年輕人口中發出了一下極是痛苦的怪聲，整個身子立即向外跌翻了出去。但是我仍然不得不承認他武學造詣極高，因為他經我如此重擊，在跌翻出去之後，竟然並未重重地跌倒在地，身子一挺，重又站在地上。我看出他面色鐵青，眼中殺機隱射，心中實是怒到了極點。中國武術講究一個氣字，雙方動手之際，一不能氣餒，二不能氣散，三不能氣躁。而在狂怒之下，則容易氣躁氣散，所以我有心要將他激怒，一聲長笑，道：朋友，我甚至沒有躺下，更談不上永遠的休息了。我只當我這句話一說，他更會立即大怒，狠狠地撲了上來。怎知我的估計完全不對，我並不知道他性格的陰鷙深沉的一面。他一聽了我的話後，面上的怒容反為斂去，換上了一副極其陰森的面色。我的話反倒提醒了他，我並不是像地想象中那樣容易對付的人物。只聽得他道：衛斯理，你的學名不虛傳。我略一抱拳，道：不敢。他哼地一聲，道：拳腳上已見過功夫了，不知你兵刃上如何？我心中一諗，本來我以為他連吃了2次虧，應該知難而退了，而我也的確十分希望他知難而退，因為那幻影三式本是以轉移對力的注意力取勝，一次試過之後，並不能反覆思維，第二次就不靈了。而那年輕人被我一頭撞中了小巷之後，片刻間便能神色自若，可知他一定是大有來歷之人，武術造詣也是極高。再要拼鬥下去，不知誰勝誰負，而我卻不止一個人，還有紅紅需要我的保護，因此我怔了一怔，一面哈哈大笑，一面擺手向後，向紅紅示意，叫他取出手槍來。紅紅十分聰明，立即取出那柄像牙柄的手槍，對住了那年輕人，道：好了，別打了。那年輕人怔了一怔，一伸手除下草帽來，向紅紅彎腰鞠躬，道：遵命，小姐。可是他一個這字剛出口，手一揮間，那頂草帽嗤嗤有聲，向紅紅直飛了過去。我連忙叫道：快讓開！紅紅一生之中，可以說從來也未曾遇到過這樣的情形，而且在他眼中看來，飛過來的只不過是一頂草帽而已，草帽又焉能傷人？所以他對我的警告並不在意。我心中大急，一個側身，待向他撲去時，眼前精光一閃，霍地一聲，急切間也看不到對方使的是什麼兵刃，已然向我攻到。同時我也聽得紅紅的一聲驚呼，心中更是慌亂。不錯，那年輕人所拋出的只是一頂草帽，但紅紅也有可能受傷的。紅紅受傷有2個可能，其一是在草帽的帽緣上可能傷有銳利的鋼片，其二如果草帽插中他的要穴，他也不免受損。武俠小說中的所謂飛花傷人，摘葉卻敵，那是經過了藝術誇張，小說家的想象力之外的說法。當然不能想象一片樹葉向人拋去，便能置人於死命。但是這並不等於說，如果力度運用得巧了，極其輕巧的東西，便可以使巨大的力量消失。我們可以舉一個例，一個體重200磅，渾身是肌肉的大漢，力度自然是十分強的。但是如果能令得他身子一部或全部發癢的話，那麼他全身的力度也會完全消失了，比你狠狠地打他還要有用。當時我並不知道紅紅究竟是遇到了什麼的傷害，但從他那一聲驚呼來看，他毫無疑問是碰上了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所以當我心中一慌，連忙向後避開時，不免慢了1慢。而我在那1慢之際，我左肩之上已經感到了一陣熱辣辣的疼痛，
我當然知道已經受了傷，在當時的情形之下，我實是自保無力，實在沒有法子再去照顧紅紅。我身形疾晃，向後疾退而出，在我退出之際，那百忙之中，向紅紅看去，只見他左手捧住了右手密門，那柄手槍落在他的腳旁，面上現出了驚訝莫名的神色。就在那一瞥間，我已經放下心來，因為我知道紅紅並沒有受什麼傷，帽檐上並沒有雙鋼片，只不過是在草帽疾飛而出之際，帽檐恰在他右手密門上擦過，那一擦已足夠令得他右臂發麻，氣槍於地上了口。我心中一定神，精神為之一振，將手按在腰際，身子再向後退了開去，才退到一半，手臂一震間，已經將我一直纏在腰際避而不用的那條軟鞭揮了出來，向前揮出了一個圓圈，將自己全身各個要害護住。這時候我才看清，那年輕人所用的兵刃乃是一柄西洋劍，但是劍身卻是只不過2尺長短。他那柄劍分明是西洋劍中的上品，劍身柔軟之極，在揮動之際也可以彎曲得如同一個圓圈一樣，極之靈便。他見我揮出了軟鞭，身形略形，但立即又向我刺了3劍，劍劍凌厲無匹，那3劍卻被我揮鞭擋了開去。我們兩人各自小心翼翼，片刻之間已然各攻出了10來招，仍然是難分難解。我心中正在設想用什麼方法可以出奇制勝之際，突然聽得一陣腳步聲傳了過來。我一聽得腳步聲，心中還在暗喘，如果來的是巡夜的警察的話，我和他的打鬥可能就此不了了之，因為誰都不會和警方惹麻煩的。因此我也希望有警察前來將我們這一場打沖散。可是腳步聲迅即來到了近前，我回頭一看時，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疾奔而來的3人身形十分矮小，簡直就像是3個小子一樣，不是別人，正是神邊三矮。那年輕人一見神邊三矮趕到，出手更是狠辣，劍光霍霍，每一劍都是攻我的要害之處。神邊三矮到了近前，略停了一停，呼呼呼3聲，3條長鞭揮了起來，向我頭頂直壓下來。我本來就不知道那年輕人的來歷，神邊三矮趕到之際，我還只當他們會顧及江湖規矩，不會出手對任何一方加以幫手。可是如今看他們毫不猶豫使出鞭向我招呼的情形，分明是和年輕人一夥。我心中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就在神邊三矮那3條神出鬼沒的長鞭挾着呼呼風聲將要鞭到我身上，而我在眼前的情形之下絕無可能再去對付他們之際，那年輕人突然喝道：你們不要動手，由我來收拾他。神邊三矮答應了一聲，道：是。那3條軟鞭本來離我頭頂已不過2尺，可是隨着那一個是字卻又縮地收了回去。他們3人長鞭一收之後，立即身形一晃，已閃開丈許，將紅紅圍住。我一見這等情形，心中更加大急，連忙側頭去看紅紅時，只覺得頸際一涼，那年輕人的劍尖已經遞到了我的咽喉。我連忙上身向後一仰，一邊橫揮而出，總算勉力避開了這一劍，但是一條領帶卻已被削去，我不禁出了一身冷汗。避開了這一劍之後，我身形疾退，只見神邊三矮一圍住紅，並沒有什麼動作，心中才略為放心了些。但是眼前的局勢已經十分明顯，神邊三矮一旦出現，實是有敗無勝了。